呢個聖經魔術同10呢個數字有關嘅。原來喺聖經裏邊多次提到10呢個數字嘅噃。首先將沓牌係洗亂，可以俾觀眾隨意cut牌。cut完之後，將沓牌再洗多次。第一個10字係神喺西奈山上邊賜俾摩西10條誡命，經文係出自出埃及記20章1至17節。而家數10隻牌，代表10條誡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條誡命。第二個10字係記載喺馬太福音5章1至13節，耶穌講述10個童女等候新郎嘅比喻。而家數10隻牌，代表10個童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個童女。第3個10字係神透過摩西向埃及降下10場災難，迫使法老釋放以色列人。數10隻牌，代表10場災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場災難。出邊有3沓10嘅牌，首先將佢擺埋一邊先，用另一個方法揾出10呢個數字。開呢隻係3，由3去到10就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再開呢隻係1，由1去到10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再開呢隻係8、9、10。呢一沓10嘅牌係記載喺路加福音17章11至19節。耶穌醫好咗10個麻風病人，但係得1個翻嚟多謝耶穌。呢一沓10嘅牌係記載喺利末記27章30至32節。神要求以色列人將收入嘅1/10係奉獻俾神。呢沓10嘅牌係記載喺但以理書7章7至8節。但以理喺異象中夢見一頭有10隻角嘅怪獸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將呢3沓牌第一隻牌嘅數字加上嚟，3加1就4，4加8就12。咁我哋知唔知道呢一沓牌第12張係咩牌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呢一張，相信冇人會知道係咩牌啦，因為從來我哋都未見過啲牌係乜嘢嚟㗎。不過魔術師可以透過心靈感應到佢係一隻葵扇十。點做嘅呢？